科尔雅古锥的模样，互小朋友忍袂住，一直想要摸。这是康桥商圈为了鼓励社区民众，多多走出户外，享受亲子时光的用心安排。从化区这边的大楼很多，但其实人文可以做活动的地方算很少。好，所以以总图为中心，我们这个周遭的环境可以提供给我们做所有，包括这些文艺市集，包括我们所有这些带动唱，可以亲子一起同乐的活动我想可以提供给这些住民一些活动的空间、人文的空间。那我们每一年的活动都会在检讨、在进步这样子。那今年我想可以让大家全家都玩得很开心。好，请大家一起来玩，谢谢。除了科尔雅，布袋演出嘛同款精彩。有小朋友上喜的快乐故事岛 Happy 姐姐的带动唱顶制作艺文团体演出，周边还有规划文艺市集，包含食的、冷的、耍的、用的，应有尽有。理事长李伟佑欢迎喜爱亲子活动的朋友，会当到台南市康桥商圈脸书粉丝团查询活动资讯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